手路菜要来看到过年食围炉菜，真侪人爱食代表好彩头的狮仔头，也搁有料真澎湃的山高鱼头。台北都有一间平仔寮的餐厅，上界出名山高狮仔头，大家拢是大甲敢若野球共款。落鼎先提起钱了后，搁再提起人参炊，安尼食起来肉鸭特别清爽，也搁有淡薄仔烧酒香。头家赵海金少年的时，捌和大肚子师宝贝梅学做料理，靠这辈学来的功夫，开餐厅卖平仔寮的菜。嘛卖少年的囡仔是古早味。因为它这个汤哦没有味精，然后有一点点沙茶的清淡味，非常就吃起来很舒服的那个感觉。然后喝下去呢，会回甘的感觉，所以会念念不忘，所以基本上呢就一直就想喝汤。烧烫烫的砂锅鱼头一个上桌，鱼头煎过芳开，搁来加带一丝仔沙茶味，规碗汤片场是安尼香杠杠。头家娘赵海珍伊还搁会现场来教人安怎食才会上着滋味。先喝汤，等下这个鱼头再煮一下，里面有金针菇，还有川丸子，这都可以吃的。先煎过连鱼头都爱搁甲滚过，安尼鱼肉毋但袂烂去，还搁真 Q 身。鱼头泡伫个汤内底来吸收这个食材的青甜，嘛互伊的滋味加真丰富。还搁有这个幼湿湿的手工川丸啊，含青甜的虾仁，安尼规锅拢是好料的。头家娘赵海珍以前细汉时阵，就伫个冠村来大汉。冠村伫个过年的时阵，一定爱有这道料济搁澎湃的砂锅鱼头。那因为过年的期间，大家都会。这个守岁啦，然后所以它随时开了火就可以一直延续下去，饿的话就可以直接吃这样子。对。伫咧冠村的围炉暝，一定爱食到的，还佫有即个强丁圆满的狮仔头剁肉，这逐粒拢有200公克，也就是有5两外重，规粒亲像野球遐大。不过安尼食起来，毋但袂差死，还佫真软溜，佫骨脆。内底鸭佫有来加带即个东北的甜气。它是很顺口、很软嫩的，吃的入口即化的那种，咬一下就可以了。然后那个汤哈有入到那个肉有入到汤里面，那味道就很顺口。就算讲这个做法实在真够工，不过赵海珍伊嘛袂嫌麻烦，要来做出上好的口感。伊原本只是一个干那真爱煮食的家庭主妇，少年的时阵捌甲名师宝贝梅学做手路菜，不过因头的过身较早。家己嘛经历过迄个抗癌的过程，即个环境的拄当，逼伊爱靠较严硬，安尼互伊有一身的好手艺，决定来开餐厅。不过打开始的时阵，伊的朋友拢看到淡淡。很多朋友都说不可能的，他3个月一定结束的。因为他认为我不可能的，因为我好像年轻的时候除了买东西跟逛街跟主持家里，就其他的就没有做过任何的事情。赵海珍伊煞咧甲即个满满的热情，真注心打放咧伊的料理顶悬，望通互更较侪人会当食到即个记忆内底家乡的好滋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